哎，你猜我今天见着谁了？谁啊？三弟。三王爷？牛宝宝？这什么傻话啊？这不是什么傻话，是真的。他是芬妮的男朋友。不是，你见皇后就见皇后呗，你编什么三王爷四王爷的？那明天是不是太子也来了，太后也来了，你三宫六院都来了，皇宫都快被搬过来了。信不信由你。小公狗，懒得理你，睡觉去。我说的话你不信，觉去。但我的心是真的。假象。早不送晚不送，偏偏这个时候送。你是送给皇后没送出去才送给我的吧？二手货我才不要呢。假象大法，越练越假。假象大法，越练越假。佳叶，你真的回来了吗？这么漂亮的花你不要，偏要那破花。那花是谁送的？赶紧准备啊！快点，快点！李欢，导演说紧张啊！我今天演皇帝。没事的，第一次都这样啊。哎，叶波来了，等一下啊。亲爱的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怎么，想我了？妙芝，你明明是我的皇后，怎么会投入别的男人的怀抱？妙芝，你是谁？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皇后？为什么一到现代，一切都变了？今天本少爷给你当助理，怎么样？什么？李欢，你现在演皇帝啊，要和他们很多人呢对决。导演，什么是对决？对决就是打架，你呢要展现出自己英雄的气概。来，给我被砍无数刀不死的那种。穿好了啊！啊，拿去，穿好服装准备，一会儿就开始拍了。好，导演等会儿啊，我不拍了。哎，马上。哎呀，不会砍死你的，快点，他们也不会真砍，演戏嘛，点到而已，明白吗？赶紧。明白了。好，服装呢？给他换服装，开始拍。导演，这个破烂衣服也叫龙袍啊？当然是龙袍了，你没看见上面绣着龙吗？绣着龙就是龙袍啊？啊，这是哪个朝代的？秦朝的龙袍是黑色，待会儿汉朝的则是黄色，北魏呢则是红棕色。旋转的镜头，而且上朝跟平时穿的都不一样，春夏秋冬也各有不同啊。哎，你给老子上课呢！拍电视剧用那么较真吗？朕的龙袍，上面可是有1万颗冻海珍珠，丝绸局纯手工2年打造，极品绡丝，3两金线，价值2万两白银。有犯病了！好，你小子是孙猴子，找东海龙王给我弄1万颗龙珠去。你不是地球人呐！行了，你少废话，赶紧走位去。还有这个鞋，这哪是皇帝穿的？来，还有这个头发，行了，这也不是古人的。哟，叶先生，请。好。
大家动作都快点，开始拍了啊！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来，别停，不要停，继续。这么好，继续打，就这样啊。来，殷桑，你敢打朕，朕现在就杀了你！呀！别打了，老师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别打了！救救我呀！殷桑，老师，我错了！杀了你！老师，真是神经病，疯子！停！停！别打了！上次的话好说啊！您别生气了。住手！听见了吗？啊！李欢，你真的疯了啊！不知道这样用剑会砍死人啊！导演，这是什么破玩意儿？也敢称为剑？你一个替身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皇帝用的剑，是铸剑师的心血积淀，坚韧锋利，黑檀木柄鞘。剑柄呢，是用棉蜡绳缠绕，有夔龙与赤虎相交辉映，无论内在还是外在，无处不显露皇者之气概。你是来干活的，还是来考证历史的？天哪，我怎么会碰到你这么一个主？还想不想干了？不想干，立马给我滚！如果他能做到的话，我一定会给他的。但是他没有做到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你说是不是？就是。爸，叶波，跟我来。那位老者是谁？你是说他吗？他是叶伯的父亲。那个人可不是一般人，龙行虎步，不怒自威。给点力度！哎，他是皇帝吗？皇帝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什么皇帝？啊，也对。不过你说的也是，他是一个跨国集团的老总，所以也算是皇帝。哦，那他真是皇帝。他是哪个朝代的？圣号是什么？我说你这个人真是的，要不然别人说你是神经病呢。我看你啊，真是个奇葩。你这个畜生，不肯回家，原来躲在女人裤裆下面吃软饭。爸，我觉得芬妮她挺好。芬妮好，哼，她好得很。爸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好吗？怎么不服气啊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能对自己负责，爸。吃喝玩乐，你是一把好手。你要能对自己负责，会搞出这种荒唐事情来吗？他大名叫叶佩，白手起家，做国际古玩生意，后来生意扩张，涉及房地产、药业等。
叶氏集团在美国上市，在国际上也赫赫有名，所有人都对他特别敬仰，也特别畏惧。表面上看，家里面风平浪静，和和睦睦，其实这些继承人们斗的是你死我活。你说的也对，在他的王国，他跟皇帝也差不多。太正常了。叶部的父亲，你为什么不去见他？你了解他吗？他什么背景啊？不知道啊。他什么大学毕业的？父母亲干什么的？你都清楚吗？哎呀，爸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处得好就可以了。哼，每一个人交往都要了解清楚，以免被人家利用。知道了，爸，您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你长点记性啊。是，爸，你慢点啊。再见，爸。老白啊，你的咳嗽还没见好。哎，老毛病了。你的肺啊，都在古董里面熏坏了。哎，没法子呀。这些年古墓里的阴寒之气一直在体内，而我又无法抵抗这些阴寒之气，所以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呐，这肺都有问题啊。嗯。叶先生，这就是我使的那把剑。这把剑呢，是用折叠花纹钢打造成的剑刃。虽然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，但仍然是坚韧锋利。它的剑鞘和剑柄是用棉蜡绳缠绕。装具呢是夔龙与赤虎的图腾的组合，真是古朴优雅，这正是当年的帝王佩戴。有没有可能，这把剑是太宗皇帝的呢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，只是目前的学术界对太宗氏族呢还没有详尽的了解。我们呢只知道他在莲花山失踪了。这套龙袍有多少颗龙珠啊？整整有1万颗。根据我的分析啊，这些龙珠应该取自于东海。东海龙珠？对，也叫做珍珠。但从古书里的记载啊，它确实叫东海龙珠。哎，老白，这本古籍研究的如何呀？这本书的纸张啊，
很奇特，像是用一种渔网来制作而成的。它既坚韧又不失柔软。你看，虽然过了1000多年了，但上面的文字呢，还是那么的清晰。这些文字看起来像汉字，却又不是。我初步确定的是南北朝的，它应该是汉族和鲜卑族的一种混合的文字，里面既有鲜卑文的，也有汉字。哦，这些文物确定是南北朝的？没错，我是用碳14研究法去测定的，这种测定的精确度为100%。哎，老白，你看这2个字是不是李欢呢？对，是李欢，这应该是个人名吧？李欢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呢？谢谢。大哥，怎么样？拍完了吗？这东西真神奇啊！不但可以录音，还可以看到人影。哎，字怎么打上去的？哎呀，翻滚吧，牛宝宝！大哥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一个来自星星的他，这玩意儿是个地球人都会用。喏，这妆画的啊，谁干的？导演呢？我揍他去！哎，你这样找导演的话，导演不给我发工资怎么办？哼，大哥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怎么着，这部戏也是我们家投的，爷爷我也算是出品人之一。灭他，秒秒钟。在剧组不是导演最大吗？大哥，你都这样了，一会儿啊，我叫剧组给你加薪啊！谢谢兄弟了，改天我请你喝酒。好啊。今天啊，我得早点回去，因为我老婆过生日。哎呦，大哥呀大哥，大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，让你这么牵挂？改天我一定带你见见她。好啊。哎，大哥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走吧。刘强，我让你安排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办好了，在酒店给您准备了好好的套房，然后呢，2个人烛光晚餐，生日快乐祝福歌。好，谢谢你。客气了，这点事。
小风，是我。现在就杀了你！松开，松开！你真心对待每一个女人，但女人需要的不仅仅是真心，还有专心。痴心等待，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